今日我哋網上唔會招致刑責嘅呢啲嘅作品咧，喺新嘅法例之下咧，亦都係同樣係唔會。政府話版權條例修訂草案並唔係針對二次創作。跑馬地幼稚園懷疑綁架事件，有家長引述校方電郵話係涉及家庭內部問題。中國同俄羅斯喺黃海舉行實彈訓練。各位，網上近期流行所謂惡搞嘅相同影片，有網民擔心呢啲二次創作喺版權條例修訂之後會犯法。政府話新條例並唔係針對二次創作，亦都唔會收窄網上言論空間。行政長官選舉期間，網民創作咗唔少呢啲惡搞嘅相，唐英年都讚過有創意，有人就睇得開心，不過有人就好反感。到底呢啲二次創作會唔會觸犯版權條例，被指侵權呢？將侵權行為刑事化嘅版權條例修訂草案下個月會恢復二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聽取公民黨對修訂草案嘅意見，佢話留意到網民嘅擔憂，因此有需要澄清。條例草案完全呢係冇任何一條嘅條文呢係去針對二次創作嘅。今日我哋網上唔會招致刑責嘅呢啲嘅作品呢，喺新嘅法例之下呢，亦都係同樣係唔會，所以網上嘅自由嘅表達呢個空間呢，係唔會受到條例草案所影響嘅。聽到咧網民呢係希望呢係一啲二次創作或者戲仿或者係講係惡搞呢方面呢係有一個豁免。我哋係需要係諮詢個公眾同埋各個持份者之後呢，先至能夠呢係有一個決定。蘇錦樑又話，修訂草案之下，透過社交網站分享超連結同埋下載嘅行為都唔會招致刑責，叫市民放心。版權條例修訂草案審議期間，政府唔接納豁免二次創作，不過最終同意泛民建議提高刑責嘅門檻，有關作品要對版權擁有人造成超乎輕微嘅經濟損害，先至需要負刑責。蘇錦樑話，版權條例修訂草案已經平衡咗表達自由同埋版權持有者嘅權益，又話喺修訂草案通過咗之後，會再諮詢公眾點樣處理呢一啲二次創作嘅問題。無線電視記者鄭思婷報道。而同蘇錦樑會面嘅公民黨堅持要豁免二次創作，不過有版權持有人認為政府應該先立法之後再就修例做諮詢。國際唱片業協會早前向立法會提交佢哋作為版權持有人對戲仿同惡搞等進行法例豁免嘅意見。佢哋話過去有網上嘅惡搞對於佢哋嘅產品造成負面影響，政府立法嘅時候必須要仔細考慮。協會又話港府諮詢唔夠，但係認為政府有必要先立法防止網上侵權。如果再唔去立法，會係一個會對香港嘅一啲知識產權或者係一啲創意工業嘅發展會有一個影響。咁所以其實我哋睇翻各方面平衡，其實我哋覺得應該要向前踏出第一步先。打算另行提出修訂豁免二次創作嘅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就認為理想嘅做法係先諮詢先至再修例。即係雖然政府講就話你通過咗先，我之後再做諮詢啦，但係通過咗之後呢，其實根據法例呢，政府就可以進行一啲檢控，而且呢，正如我哋之前都曾經講過呢，其實二次創作呢喺而家現行嘅版權條例當中呢，其實都已經有可能被刑事檢控。咁所以呢，我好希望今次嘅呢一個豁免呢，係能夠提供到一個安全網，一個或者金鐘罩呢，俾二次創作。另外，原本支持政府修訂嘅民主黨稍後會開會討論版權條例嘅投票取向，佢哋初步傾向改為反對，而工黨嘅何秀蘭就依然支持政府嘅修訂。無線電視記者林志豪報道。跑馬地一間幼稚園，一個4歲女童琴日由外婆接放學嗰陣，懷疑俾人企圖綁架，警方暫時列做企圖行劫案，正通緝4個男人。有家長話校方發電郵俾佢哋，話事件涉及家庭內部問題。懷疑綁架事件發生喺跑馬地司徒拔道43B 堅基國際幼稚園對開，校外全日都有軍裝警員駐守。探員向學校嘅職員詢問資料，
據了解，警方已經攞走學校閉路電視嘅影帶調查，學校向家長發電郵交代事件。話翻俾我哋知有個婆婆就接咗小朋友，然後有幾個大男人嚟，然後想捉住嗰個女人，唔係捉住細路，捉住嗰個婆婆，然後跟住學校就會調查發生咩事咯。email 係話佢哋自己內部嘅內部家庭嘅問題，可能唔知撫養權啊、爭小朋友啊嗰啲咁嘅樣啦嚇。天基發言人話：學校嘅保安一向嚴密，家長接送仔女嘅時候都要檢查證件。喺事件發生之後，已經提醒教職員要多加留意。事發喺星期三下晝4點鐘，當時一個4歲嘅女童啱啱由60歲嘅外婆接放學。警方話案發期間有途人發現有異，4個男人慌忙逃走。案件入面冇人受傷。警方喺附近揾到一支槍同埋一把刀，列作企圖行劫案。港島總區重案組已經接手調查。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話高度關注事件，但呼籲家長無需恐慌，又解釋列作企圖行劫案嘅原因。如果你將佢當為純粹當為一個係綁架案呢，你可能會忽略咗佢其他嘅動機。咁即係話，如果佢係其實係打劫嘅時候，你當佢綁架案，你就變咗你唔會睇其他嘅可能受害嘅對象，呢個係危險嘅。所以我認為呢，即係同時將佢作為一個企圖嘅打劫案呢，對於保障公共安全呢，係應該係更好嘅安排。警方正通緝4個男人，其中一個5尺10寸高，另外一個人5尺9寸高，瘦身材，粗綠軍裝髮型，面上生滿暗瘡。第3個通緝嘅男人中等身材，最後一個講普通話。案發嘅時候拎住一個白色嘅膠袋。無線電視記者李盼龍報道。行政長官曾蔭權訪問南美期間入住總統套房，負責安排嘅駐華盛頓經貿辦事處事前視察花費加上陪同外訪嘅機票費用咗超過160萬。駐美總經濟貿易專員唐志強話，預訪開支係86萬。佢又強調，曾蔭權喺南美嘅住宿安排合適。喺華盛頓嘅駐美總經濟貿易專員唐志強話，喺巴西首都有2間酒店選擇。曾蔭權住嘅總統套房要53,000幾蚊一晚，比另一間酒店貴18,000幾。但隨緣租住呢一間酒店嘅其他房間，每晚係1400幾蚊，比另一間酒店平一半。佢又解釋點解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去完當地，呢一次仍要多番預訪。阿財爺事實上係去過，就喺2010年嘅12月。咁但係咧，我想提咧就係嗰個規格咧係完全唔同嘅。例如喺智利咧，阿特首咧係因為總統外訪，佢見咗副總統。唐志強話，駐華盛頓經貿辦多次預訪，總開支係86萬。預訪時至少有4個同事留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之前同我哋話，經貿辦舊年12月同今年3月分別有5個同埋7個人去巴西以及智利預訪。不過局方再補充，指佢哋舊年同今年都係分2批出發，每次都係第一批人先去咗一個國家，之後並唔係順路去埋另一個南美國家，而係由華盛頓再派過第2批人去。咁即係話前後4次預訪都係由華盛頓出發。而喺86萬預訪開支當中，機票費用就要76萬，佔總數接近90%。而我哋得知，連同正式隨團訪問嘅駐華盛頓經貿辦機票費用，總開支達到160幾萬。無線電視記者何文文報道。中國同俄羅斯喺黃海進行第5日軍演，兩國以實兵實彈訓練，又派艦艇同直升機展開聯合護航同埋聯合反劫持演練。3、2、1，開始！中國同俄羅斯多艘參演嘅戰艦，朝早進行對海、反潛同對空實彈射擊訓練，包括向30海里外嘅2個目標開炮，又發射反潛火箭芯彈，同模擬攻擊空中飛機。今次係兩國自星期日公演以嚟首次進行實彈訓練。演練嘅另一場重頭戲係由5艘艦艇組成編隊，為4艘商船護航，並模擬有船隻被海盜襲擊。艦艇先發出警告，然後派快艇同直升機攔截，成功驅離海盜。演練亦都模擬有武裝分子劫持中國商船，
兩軍派出特戰隊員迅速登上商船甲板，營救船員同埋制服武裝分子。有軍事專家話，今次演練內容主要係協調兩軍嘅指揮同作戰能力，對於應付21世紀面對嘅海上威脅非常重要。中俄兩軍其實都參與了亞丁灣這樣一個護航行動，但是這樣一種正式的聯合反劫持行動，確實還沒有搞過，所以這個演習應該說意義非常重要。兩國艦隻之後再完成第3階段海上閱兵。國防部發言人耿雁生喺例行記者會上強調，聯合軍演唔針對任何第三方。另外佢話，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平台前期開展嘅海上試驗達到預期效果，之後會按計劃進行一系列科研試驗，強調出海試驗同當前嘅地區局勢無關。無線電視記者葉正廷報道。中國同菲律賓船隻喺南海黃岩島對峙仍然持續。日本傳媒報道，菲律賓將為另一個同中國有主權爭議嘅南沙群島島嶼中業島開學校。中國外交部呼籲菲律賓唔好搞小動作。中業島係南沙群島嘅第2大島，現時由菲律賓政府控制，面積只有 0.33 平方公里，細到連機場嘅跑道都要靠填海伸延出去。日本共同社引述菲律賓卡拉揚鎮鎮長話，將會喺6月喺中業島上開設小學，學校預定會有2個教師同35個學生。島上住咗近60個菲律賓居民，從事漁業同農業。菲律賓又派駐咗大約20個士兵、幾名海岸警衛員同警察。鎮長話興建學校係要提高居民嘅生活質素。喺北京，外交部呼籲菲律賓唔好搞小動作。中方反對任何侵犯中國主權的這種非法的活動。那麼我們也希望菲方呢能夠避免採取任何使事態複雜化、擴大化的這種行動，影響了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菲律賓叫中業島做派格亞薩島，位於南沙群島嘅北部。中國、菲律賓、越南都宣稱擁有呢個島嘅主權。呢個島亦係菲律賓現時控制嘅9個南沙島礁之中面積最大嘅。南海主權爭議主要源於各國嘅劃界方法唔同。中國認為主權界線應該根據最先發現、最先佔有原則制定，對南海多個島嶼擁有無可爭辯嘅主權。而菲律賓、越南等國家就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建立200海里專屬經濟區，以此提出擁有主權。中業島同黃岩島就處於雙方提出嘅界線重疊嘅地區。無線電視記者林美常報道。南海主權爭議升溫，中國以時制法原則提出對南海島嶼嘅主權。咩係時制法原則呢？所謂時制法原則，簡單嚟講就係邊個國家最先發現、最先佔有同最先有效管轄，就擁有主權。文獻記載，中國早喺秦漢時期就已經發現南海諸島。二戰結束之後，國民政府派出4艘海軍軍艦接收被日軍侵佔嘅南海島嶼，其中第2大島中業島就係以中業號軍艦命名，而最大島太平島就係以太平號軍艦命名。中方更加喺島上建碑測圖，宣示主權。至於菲律賓，就要到1956年自有人到南沙群島探險，並聲稱發現中業島等9個主要島嶼。菲律賓政府喺1971年派軍隊佔領呢啲島嶼，並以中業島作為指揮中心，喺島上興建機場同營房。內地學者指，中國對南沙群島嘅管轄已經有近1000年歷史，按時制法原則，中國有無可爭辯嘅主權。菲律賓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宣稱擁有主權，係罔顧史實，強詞奪理。無線電視記者林美常報道。有細人翻嚟仲會報道，第3屆世界佛教論壇喺香港開幕，佛頂骨舍利亦都舉行公眾瞻禮。納涼江嘅北韓領袖金正恩為超級市場開幕，入邊有魚有肉賣。